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喺星期日100萬人遊行之後首次開記者會，多次被問到會唔會撤回修例，佢冇用撤回呢一個字眼，但就強調逃犯條例修例已經停止，未來亦都唔會貿然重啟。又強調從來冇形容參與金鐘集會嘅學生係暴徒。吳志庚報導。兩次100萬人遊行都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喺記者會上，林鄭月娥冇再講到暫緩，但係被記者多次追問，都拒絕用撤回呢個字眼。我可以承諾，如果我哋未能夠將呢啲紛爭同埋矛盾好地咁處理，我哋係唔會，絕對唔會貿然嚟到去重啟呢個程序。其實本屆立法會去到出年7月咧就結束啦。咁一如既往，如果有啲條例去到嗰日都未能夠完成可以審議通過咧，條例本身咧就係失效嘅。咁所以嗰個效果就係嗰條條例咧就會失效，而特區政府咧亦都係接受呢個事實嘅。喺上個星期3，喺立法會一帶示威者同埋警方發生衝突，林鄭月娥當日咁樣形容：好清晰，呢啲已經唔係和平集會，而係公然有組織咁發動暴動。但佢喺記者會上解釋，並唔係將當日嘅示威定性為暴動。我當日只係按住警務處作咗一個暴動嘅形容嚇。咁我就有責任話俾市民聽咧，我哋整個香港社會咧都唔接受有暴動嘅行為。我哋從來都冇認為，亦都冇話過咧，參與6月12日嘅喺金鐘一帶嘅公眾集會嘅大量嘅人士，特別係學生咧，係暴徒。只要當日係和平咁去參與呢個公眾集會，並冇用過任何嘅暴力咧，佢哋係完全唔需要擔憂嘅。被問到係咪要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係咪使用過度武力，佢就話：市民如果有投訴，可以透過監警會等等行之有效嘅機制去處理。Now TV 記者吳志庚報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向市民致歉，希望市民給予機會俾政府繼續服務社會。于俊報導。星期日遊行之後，透過書面致歉，事隔2日，林鄭月娥現身道歉，但係冇鞠躬。特區政府處理修例工作嘅不足，我個人需要為此負上好大嘅責任。呢件事引起社會矛盾、紛爭同埋焦慮。我喺呢度向每一位香港市民真誠道歉。我喺星期日亦都出咗一個書面嘅致歉。我完全係認同呢咁大件事，行政長官亦都係負最大嘅責任，係應該親身好嚴肅咁同市民致歉。咁今日呢，就係最早嘅機會啦，因為我亦都必須要喺返呢一個嘅地方經過傳媒嘅報導呢，向市民嚟到去致歉。林鄭月娥話：對於衝突中有市民、警員同埋記者受傷感到難過，希望佢哋盡快康復，又盼望能夠盡快修補社會撕裂。林鄭月娥3次被問到佢自己或者有冇官員需要問責下台，佢只係話期望社會再俾機會服務市民。做得問責官員呢，都係要對自己嘅工作嚟到負責。尤其是我本人作為行政長官，我係更加需要負上好大嘅責任。但係我哋而家嘅立場係，我哋希望能夠繼續為香港社會服務。我哋喺面前呢，有好多經濟嘅社會嘅問題係需要我哋處理。事實上，過去接近2年嘅時間，我哋都係以一個好務實，亦都係好誠懇嘅態度嚟去推動呢啲工作。我希望社會各界亦都係認同，俾我哋呢個嘅機會，繼續去做我哋嘅工作。林鄭月娥又再次向支持修例嘅人致歉，包括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又承認行政立法關係有影響，希望各黨派日後對事不對人。又話自己同建制派互動較多，希望對方將來會更加早反映民意。
被問到呢幾日有好多人睇電視新聞都睇到喊，佢自己又有冇喊過？林鄭月娥話呢幾日有認真反思同埋反省，亦都有情緒波動嘅時候。Now TV 記者于卓報道。民陣批評林鄭月娥冇回應佢哋撤回條例修訂等5個訴求，咁聽日將會同民主派開會商討未來嘅行動。林鄭月娥根本就係一個5毛嘅特首，5個訴求，5個不回應，佢嘅呢一個記招嘅回應係令民主派憤怒，令建制派尷尬。我諗香港冇人會收貨。有留守喺立法會外面嘅市民就話唔接受林鄭月娥嘅交代。有幾十個市民喺立法會示威區圍埋一齊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見傳媒嘅直播。咁當有記者問到有冇考慮接觸反對修例市民嘅時候，有市民就拍手和應。有在場人士批評佢冇回應民間訴求。我哋要嗰5樣嘢，佢冇應承過喎。佢就係一句 sorry 就得啦。有好多新聞片段嗰日當時係不斷咁講會定性係暴動啦，咁今日突然間就係講大話，就話其實冇定性過係暴動咯。即係作為一個教師，我就覺得如果我以特首榜樣，都唔知點教學生啦。佢道歉係啱嘅，但係有啲嘢改變唔到人哋對佢嘅信任咯，信任冇咗就冇咗啦。醫管局承認急症室嘅電腦無需要登入就可以閲覽資訊系統嘅資料。任職急症室嘅護士工會幹事就話，同事需要周圍走去照顧病人，唔會守住喺電腦嘅旁邊，系統有機會被外人閲覽。何海玲報導。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係其中一個修正最多嘅急症室，醫護人員經常離開咗電腦去照顧病人，電腦就冇人看管。有任職急症室護士嘅工會幹事表示，喺急症室無需登入就可以閲覽急症室資訊系統，形容係冇掩雞籠，病人資料有外泄風險。急症室咧係好忙嘅，騰嚟騰去嘅啲同事，咁點有可能守住你部機咧？接收嗰啲 disaster 災難應變嘅醫院咧，翻咁上下 size 啊，咁你諗下啦 ，QE 10幾個 cubicle， 咁屯門20幾30個，咁好多每一格都有呢個系統嘅喎。其實個電腦冇可能咧24小時都有病人或者有醫生護士或者有其他職員咧喺度守護住嘅。其實你夠薑行入去咧，冇人咧，其實你做嗰啲咁嘅冇人睇到嘅。而每間公立醫院急症室都有警員駐守，可以喺急症室隨意走動。工會指收到醫護投訴，喺金鐘衝突發生之後，有警員喺急症室向當值醫護查詢病人傷勢，但遭到拒絕。喺前線嘅醫護咧向我哋嘅工會嗰度投訴，伊利沙伯啦，嗰啲警崗嗰啲咧就以為自己咧喺度周圍巡咯，喺個 A&E 嘅範圍入面，以為自己院長。佢哋走嚟咧，得閒冇嘢做咧，你唔知做咩咁關心啲病人啊！突然間，做咩啊？呢個病人點證親嘅？係咪喺金鐘證親嘅？係咪嗰啲示威者？工會促請醫管局檢視加強電腦系統保安。Now TV 記者何海玲報導。